继续来看桃园市长这个部分，国民党这边确定由行政院的前议长张善政空降参选。来民进党这边讲，新竹市长林志坚甲桃园市长郑文灿会谈滚下界了后答应了，只要新竹市找到适当的接班人，林志坚就愿意到桃园参选市长。不过，民进党新竹市党部是快速出面否认这个传闻。郑文灿嘛讲，拢无人来甲伊问过相关的代志。最近我不是在桃园，就是来往桃园的路上已经是来桃园第4次了，第4趟大小和活动拢做伙参加，互动真好。桃园市长郑文灿甲新竹市长林志坚时常共同出席地方活动，更加有地缘的关系。桃竹是一个生活圈，我跟林市长的互动算是非常密切。台风要不要放假，一起决定；跨年要不要举办，一起决定。其实我们2市的互动真的很密切。年底选战毕竟加上拿赢拢用空降的，风声讲林志坚同意讲，若是新竹市有找到好的接班人，就愿意到桃园参选。消息一直出来，拢无承认。其实现在大家都认为疫情比这个选情还要重要啦。那现在大家全心其实都是在防疫的工作上。那有关市长要到桃园参选的这件事情其实从来没有听市长提过，那也没有跟他讨论过。没有人问过我。现在是疫情比选情重要，我们会按照既有的时间表6月份会提出人选。那我相信选队会做充分的讨论。郑文灿要靠什么人，伊拢无讲，强调讲党内自有安排，也无随着时间愈来愈逼近，面对袂使输的压力，立赢要安怎应战，有真侪人关心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